泰国警方要以冒犯君主罪，甲泰国前总理戴克辛起诉，因为伫2015年伫南韩接受访问的时，对泰国的君主制度提出质疑。那诉讼定罪话，上侪是判15档的有期徒刑。泰国前总理戴克辛去年8月才结束流亡的日子回国，今年1月份就去警方检举，涉及冒犯君主罪甲电脑犯罪法。 检察总长办公室29作出起诉的决定。ท่านอัยการสุดมีคำสั่งฟ้องทุกข้อกล่าวหาและนัดให้มาพบพนักงานอัยการสำนักงานอัยการพิเศษฝ่ายคดียา8เพื่อยื่นฟ้องต่อศาลในวันที่ 18 มิถุนายน。泰国的冒犯君主罪是真严重，罪名若成立，上当会当判15年有期徒刑，加做打压异议言论的工具。 戴克辛2015年伫南韩接受访问的时阵，伊讲红色咨询机构处民院的议员支持政变。伫2014年推翻尹小妹，也就是迄当阵的总理英达，所以踏着红线。戴克辛今年74岁，1998年创立泰爱泰党，也就是即卖的执政党为泰党，是得到真侪草根选民的支持，几啊届伫大选摕到胜利。2006年军事政变了后流亡海外，分数顶判几啊条贪污的罪名。 一直到去年大选了后，为泰党选择甲军方势力合作执政，再搁一届倒来到泰国，8年的刑期得到方式特赦，减刑做1年。入监才1暝尔，就以健康的因素转去病院。2月因为聚会甲健康的因素得到假释，引起抗议的声音。有专家分析，这个起诉是为了要甲伊警告。It is designed to keep Thaksin under control. This is kind of keeping him on a leash. If he doesn't behave. Then this charge can be activated, and it could land him in jail. 戴克辛的律师表示，已经准备好无罪辩护，而且提交戴克辛感染新冠病毒的医疗证明。检方考虑了后决定，然后到6月18进行起诉的程序。国际新闻是会中编译。